位伫板路边上60市地中位是安南区上大，嘛是唯一的商业中心，已经定位做安南副都心。日前工程正式动土以后，互外界相当期待。议员王金德伫总质询的强烈建议，除了高铁站区的会展中心以外，伫遮卖当招商设立国际商店中心来拼经济，带动台南繁荣。大家对这个未来的期待吼。带动安南区发展，整个包括北区的发展，大家就一个指标啦吼。内面的设施各方面拢真好啦吼。尤其有一块上大地，咱台南安南区唯一会使讲一块特色公园，这嘛经过足侪专家啦，大家建议市府这边嘛真用心，来甲开发。我想未来来开发这个。360安南副都心伊的发展会使讲是可以看见未来了。它是我们安南区应该是唯一也是最大的一个商业中心。那所以在当初的都市计划定位就把它定位为安南副都心。那因为安南区有庞大的住宅区，有居住很多的人口，所以它也需要一个商业区。那议员提点的这个方向是非常的好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台南目前的话，就是在高铁特区有一个会展中心，那是不是在安南区也设置一个商展中心？好，那或者是说，因为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商业用地，我们将来在这个重划接近完成的时候，我们来启动相关的一个公开的招商的活动。那另外这个会展中心呢，如果是要跟公家合作，可能我们就来跟这个经济部国贸局也做一些接洽。那如果是私人的部分呢，我们也可以跟全国知名的大型的一些商场来做一些接洽。面对2023年，就是台港建增200年，会中议员王金德嘛希望以2档的时间，用营造台港社区博物馆、大庙形鹅以及台港旅游环境艺术等元素作为出发，比较南营国际艺术节，以文化建设来举办台港建增200年庆。对此，黄市长乐观其成，渴望规划成台南建成400档的数目。去年是2021年是这个香科年嘛，3年后2024年嘛是香科年。我一直想讲，那照王议员你的建议较好吼，咱会当看做一个一定程度的结合，完了做这个台港建增200年，完了做咱台南建成400年一个序幕啊，结合起来。那上课主科用这个方面来主课啦。议员一直以来期待结合在地甲公部门合作，用公民参与的力量来治理台港流域。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